哦，现场俺的小助理来帮俺的提供，看他 fish 带来嘛个东西，哦，呀，看起来虽然过后长，但是这个物品感觉有点历史哦。对，它的那个套子已经从白色变到灰色。嘿，哇，呀，翕相机呢？翕相机，翕相机，很怀念呀，他后长的趴很少看到这样视窗。哇，呀，个迄嘛个时期的翕相机，高中的时期，高中的高二吧，高二。高你唔係即刻買的哦？唔係爸爸買，高二冇存錢咩？係啊，爸爸買本來的。阿姨弄我送很好的東西。唔係送來啦，因為我以前小時候的時候，我算是因為我們家有3個兄弟姐妹，我排行老2，然後我就是那種，就是現在流行什麼東西，我就馬上就要那一種。我說流行 MP3，爸爸我也要。哦，那時候流行那個手機 Nokia 3310，有沒有記得？有點年代了吼。現在喺30可能唔知嘛，該係 Nokia， 應該係吼。哦，第一支數機我沒愛，隨身聽我沒愛。然後那時候就想說，就很喜歡拍照嘛，因為我阿公、爸爸都懂好攝影。我阿公去那個拍片的比賽哦，就是去拍那個以前去比賽，阿公去比賽，還有得名。樣比賽，攝影比賽。樣比賽，嘿喲，嘿，然後我爸爸沒懂好攝影，不過我爸爸靠好攝影係拍像大自然風景、昆蟲那種比較那種靜態的那一種照片這樣。太刺眼的東西，太刺眼的東西，嘿，就是他比較喜歡可能帶我們小朋友帶小孩去山上，哦，要麼該蟲，要麼該昆蟲，要麼該蝴蝶，要麼該東西，他就會拍那個照片，然後用那個照片，然後還分享，夾個翅膀，那種的，哦，感覺很像生態專家。我爸爸懂不？